我係 LensCrafters 亮視點分店嘅經理，我叫 Brian， 中文名叫鄺兆斌。我由前線員工直至到而家入咗呢間公司已經接近20年㗎啦。亮視點嘅服務理念就係將最好、最全面、最專業嘅關愛帶俾每一位顧客，悉心推薦真正嘅款式俾每一位消費者。我工作最大嘅成功感咧，其實就唔係我一個人嘅嘉許啦，而係見到我團體嘅成長。咁都係要經過一個銷售嘅流程啦。始終因為嚟講有一個好嘅銷售流程啊，咁個顧客有信心啊，咁佢都會再翻嚟幫我哋再消費啦。咁嚟講從之中嚟講，亦都開始會傾偈，會傾多咗啊，亦都會從銷售過程當中入邊，亦都會了解到顧客佢嘅需要啦。